你不要出任所谓的不分区的立法委员安全名单，我愿意也退出这一次的立法委员选举。陈姐一向重承诺，尊重诚信原则哈。那当然，现在目前吴敦义已经从原来国民党不分区第8名调至第14名哈，当然已经排除在安全名单以外。那现在目前网络一直用这个来修理我，事实上我向所有的支持我的一些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。那我现在目前正式宣布退出这一次彰化县第2选区的立法委员选举，因为我重承诺。那也期待吴敦义能够回头是岸哈，最好是明天就不要去登记所谓的国民党不分区的第14名。那这样的话，留个历史的一个好名声，不要遗臭万年。